嗨，大家好，我是探评术。今天是2025年12月15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產。咱們還是先看房企的消息啊。這個周末萬科3個展期議案均被否決。這個昨天咱們也說了萬科還有5個工作日寬限期。這5個工作日如果繼續通不過那就是違約再加交叉違約。這個萬科很有意思一面是公開債務要逾期沒錢給，一面跑去拍地去了。這個萬科競得寧波中心區4代住宅地塊，12月15日，萬科以總價10個億競得該地塊，樓面價13696元每平米，住宅部分樓面價16096元每平米。該商住混合用地面積46036平方米，容積率1.6%，屬高品質試點地塊，就是第4代住宅不管怎麼說他是什麼原因拿着這個地，或者是他是跟人合作拿的還是怎麼着，總之你讓這個債權人怎麼看？一邊說到期了你沒錢給我，一邊你跑去拿着10個億去拍地去了，這個讓這個債權人多多少少會認為萬科誠意不足你這不就要賴賬嗎？我看萬科上一周不來了個漲停嗎？20億的大單子封漲停板，我記得當時就說了對吧？每一個漲停都是逃命的最好時機我今天看了一下好像這個漲停板又是白漲了，股價又回來了，說明這個資本市場大家還是心裡門兒清知道怎麼回事，拿腳投票這個不是有沒有這麼白衣騎士出手拯救萬科的債務問題，也不是整個房地產市場低迷的這個問題而是這個市場進一步在下滑，不是低迷是下滑，滑到哪裡還不知道，而且看不到像樣的挽救措施能夠止住這種下滑的跡象。整個房地產板塊對吧？最近的這個那個短暫的興奮過去之後對那個小作文對吧帶來的利好已經消化完了，現在又回到原來的軌道。這萬科就是典型的例子。什麼貼息對吧？什麼收除，什麼這個什麼那個去庫存，資本市場已經給出了這個反應，就是熱鬧一下，塵歸塵，土歸土該怎麼走還是怎麼走。今天這個國家統計局公布了11月份的房地產的數據，這個數字用2個字總結就叫加速。怎麼加速呢？國家統計局15日公布1到11月份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78591億元，同比下降15.9%，比去年下降了15.9%，其中住宅投資60432億元，下降15%。1到11月份新建商品房銷售面積78707萬平方米，同比下降7.8%，其中住宅銷售面積下降8%。新建商品房銷售額75130億元，下降11%，其中住宅銷售額下降11%。咱們一直說這個銷量要看新房對吧？房價要看二手房。你看這個新房1到11月份住宅銷售面積下降8.1%，銷售額下降11%，這就說明對吧？你看這個房子根本就賣不動比去年一比，前11個月這不是加速嗎？關鍵的關鍵你住宅面積下降8.1%，銷售額下降11.2%，那就說明單價下降的更快那单價肯定也下降了吗？如果你房價如果漲了的話，你銷售面積下降8.1%，房價如果漲的話，那麼銷售額是不會下降11%的，銷售額只會下降比8要小。所以說也就是咱們2025年前11個月，無論是銷售面積還是銷售額還是新房銷售價格，就均價都是下滑，穩住了嗎？這是個總體情況但是再分城市。國家統計局12月15日公布的70個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銷售價格變動情況顯示，11月份新房房價環比上漲的城市數量有所增加，從上次的6個變為8個，分別為瀋陽、上海、南京、合肥、重慶、貴陽、揚州、襄陽。其中合肥和襄陽以0.3%的環比漲幅領跑全國。新房價格漲，咱們要看二手房價格，新房的價格只能是參考與此同時，11月70城新房房價下跌的城市數量明顯減少。統計數據顯示11月份一線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銷售價格環比下降0.4%，降幅
比上月擴大0.1个百分点。一線城市啊，11月份是補跌，對吧？加速下跌，跌幅擴大了嗎？其中上海上漲0.1%，北京、廣州和深圳分別下降0.5%、0.5%和0.9%。2、3線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銷售價格環比分別下降0.3%和0.4%，降幅均收窄0.1個百分點。新建商品住宅銷售價格同比方面，上海以5.1%的同比漲幅領跑全國。一線城市中啊，除上海外，北京、廣州和深圳同比全面下跌，分別為2.1%、4.3%和3.7%。2、3線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銷售價格同比分別下降2.2%和3.5%，降幅分別擴大0.2和0.1個百分點。這是新房的價格。上海新房價格漲，我一直說啊，它是個另類啊。那30萬一平的房子，它房價能不漲嗎？對吧？它現在成交的主要是這些房子，外環外的房子賣不動，對吧？馬雲的錢又多了，你能說你的工資漲了嗎？平均一下確實漲了啊。相較之下，二手住宅的同比降幅則更為明顯。一線城市二手住宅銷售價格同比下降5.8%，降幅比上月擴大1.4個百分點，對吧？要看二手房的價格，其中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分別下降6.8%、4.6%、7.2%和4.8%。就是說啊，這個一線城市二手住宅同比就跟去年11月比是加速下跌，你看跌幅擴大1.4個百分點嗎？2、3線城市二手住宅銷售價格同比分別下降5.6%和5.8%，降幅分別擴大0.4個百分點和0.1個百分點。另外，一線城市二手住宅銷售價格環比下降1.1%，降幅比上月擴大0.2個百分點。一線城市中，北京二手房價環比降幅最大，跌幅達到1.3%，其次是廣州，跌幅為1.2%，上海和深圳分別下降0.8%和1%。二線城市二手住宅銷售價格環比下降0.6%，降幅與上月相同。三線城市二手住宅銷售價格環比下降0.6%，降幅收窄0.1個百分點。也就是二手房的房價，無論是環比還是同比，無論是一線、二線、三線，都是呈現加速的狀態。這個怎麼能說穩了呢？大家還記得去年這個時候開的會吧？各種會起到效果了嗎？各種措施振奮人心。我清楚的記得啊，這個去年11月份那個前後，對吧？因為去年9月底不出了那個救市政策嘛，11月份這個經濟學家馬關元他做個視頻，他認為一線城市房價穩住了。你現在回頭看看，穩住了嗎？在加速啊。所以這些經濟學家啊也不太靠譜啊，對吧？統計局的數字啊，這個已經告訴我們在加速。一線城市實際上現在是在補跌，對吧？跌幅還在擴大。它這裡面有個數字也很有意思啊，說這個11月70個城市新房價格中，7個城市實現環比正增長，就有7個城市啊房價比上個月還漲了。哪7個城市呢？說瀋陽、南京、合肥、重慶、貴陽、揚州和襄陽，這簡直對吧？讓人詫異啊！襄陽的房價環比還上漲，那是誰在買啊？合肥和襄陽漲幅並列第一，均為0.3%，這個恐怕是統計口徑有問題，或者是出現偏差。這兩個城市是11月份70個城中房價漲幅最大的城市。更讓人可笑的是啊，說還有3個城市不漲不跌，與上月持平，分別是大連、銀川和安慶。你說這不叫要命了嗎？這我正在安慶呢。他說安慶的房價不漲不跌，全國70個城市，我只能說安慶的房價是叫跌無可跌，就是跌不動了，已經沒有什麼成交，沒有什麼成交啊。新房的價格不靠譜，對吧？我剛才說過了，你得看二手房價格。所以你看啊，70個大中城市二手房價格都是在下跌的，沒有一個上漲，全部下跌。你找出一個上漲的出來，所以它那個新房價格漲，那本來就是有貓膩啊，就是就像上海的房價漲是一個道理啊。新房價格，它比如安慶吧，它就沒有什麼成交，結果11月份推出一個新盤，對吧？這個新盤可能是個得房率比較高，哎，你看它好像價格漲了，實際上你真的算下來每平米價格肯定便宜啊，是降了，它得房率高啊，對吧？它就推一個盤，它可能左右啊這個新房價格。那現在啊，咱們提出來去庫存是目前2020年最大的任務，有很多這個炒房客，很多中介啊就開始唱多房地產了，說你看啊，10年前去庫存，咱們10年前就提出了去庫存呢，然後就是漲價去庫存，後面的房價對吧，迎來了一輪波瀾壯闊的漲價。那現在這次又提出去庫存，是不是意味着後面又要迎來一輪漲價？這些房吹們呢又歡呼雀躍啊，也在那開始。我今天看到這個孟小蘇說啊，他斷言2026年房價不僅要企穩，還要上漲。大家看視頻啊。我預測2026年中國房地產市場將能夠止跌回穩，
和企穩回升。過去20年，我對房價走勢的預測沒有一次是錯的。當時2008年，一些人就唱衰樓市，說房價會跌我和一批人堅定地認為房價不僅不會跌，而且會漲。結果2008年那次聽我話的人買房，後來都掙得盆滿缽滿，10倍的升值。當時一批企業家不顧大局，非在那說是拐點到了，滿處講結果社會上形成一股拐點論。股市有個說法叫信心市，樓市更有個說法是信心市。所以當時我們建議中央領導人出面講信心問題，領導人就講好幾次信心比黃金和貨幣更寶貴。再一個，這個國務院出台了4萬億救經濟的措施，就穩住了樓市。直到22年樓市銷售額丟了5萬億，到了2023年11月份，銀行存款增加到15萬億的時候，那時候我就看出来了，楼市丢的錢哪去了？被这些買房人他存起來了，這邊丟了5萬億，那邊多了15萬億。我說只要是讓這些該買房的資金，就是這個新增儲蓄的1/3，能夠回到樓市，因為他們本來就從樓市流走的，再加上裝修和其他購買，中國經濟不就順利恢復了嗎？我講完這句話之後不久，央行就公布了，說到12月底，居民存款增加了17.8萬億，就比我说的15萬億，那還要多出2.8萬億。這時候開始我就看出來了，如果他不能按我的做，下一步整個樓市的下滑，包括房價的下滑就成為可能。所以你看那時候我就再也不講房價會上漲，我就會講到了關於房價下跌的預期，再三的講要建保障房。那時候1/3新增存款回到樓市，這個經濟就能夠順利恢復了，就不至於出現後來的180多個行業都受影響企業關閉、人員下崗消費不振，這一連串的事兒。但是你說有什麼辦法非不聽，而且網絡上給我造謠，說我們老百姓沒這個錢，他就不知道銀行裡真金白銀的儲蓄，那不是別人的，那就是老百姓的。還有人說你就不該說老百姓，那不是老百姓，那就是有錢人。不是的，有錢人也是老百姓。後來我解釋了一次，但是沒想到這種網絡上的這種網暴他嚇住的不是我，嚇住的是諸多房地產專家。從此以後，房地產專家沒人敢說話了，誰都不敢提房地產這件事兒，就看着它自由落體式的下滑到第2年下滑更厲害了，第3年下滑更厲害了。現在你看後來出了多少項措施這個取消限購、金融支持，這些政策已經紛紛出台了，晚了點，但是持續一段時間應當能見效。在幾乎所有的政策都紛紛出台的情況下，缺的是什麼？缺的是信心。什麼樣的政策都能測量出它對購房者的好處，唯獨有一件事情難以測量，什麼叫人心难測？現在需要的是恢復信心目前眾多的媒體在打壓着居民的信心，一批網絡黑嘴在網上污名化房地產，造謠，製造那些說房子多得不得了的謠言來去反對我們建保障房的這些說法。你一說建保障房，他就说太多了，房子多的是35億套這個6亿棟樓，全世界31個家庭，每個家庭白送一套房還要多。那這種虛假數据還有人信，還有一些專家信，原來都被這些數据給蒙蔽了。而且除了我一個人以外，就沒有別人幫我辟謠，那我剩下的我只能再去講保障房，再三的講要建保障房。為什麼不建保障房？對於商品房的誤解將會繼續延續。就人們為什麼要求打壓房價，就是因為人們誤以為只有商品房價格下來才能夠讓低收入群体買得起房，他們誤以為只有餐館裡的那個鮑魚魚翅降了價，老百姓才能吃飽飯，他就不知道普通老百姓他要吃的不是魚翅和鮑魚，他們要吃的是普通飯菜，他就不提供。所以你看全体人民都誤以為只有商品房这一条路，到现在为止你看仍然是网上所有专家議論的都是圍繞着商品房在議論，只有我不顧個人安危，連續3年了就不斷的在講這些。終於是現在一部分人認識到了，更重要的是他已經寫入到了現在的中央文件和國務院文件他們認為應當是規劃建設保障房这是文件都出來了。教授，我說你
個安民去做這件事情？那这是使命。从远的說，我們這個孟家人啊，老祖宗啊，就是教導了我們。再往下說，就是我是一個50年黨齡的老共產黨員，對吧？我得為人民做事。這麼多年，你看我在我的生命週期啊，我們已經推動了房改，我們已經讓這個億萬人民群眾住上房子，並且他們的房產價值成了他們家庭財富的主要部分。這些財富不是我給的，是改革，是把原有的這些房產變成了價值。所以這是我做過的，我也知道這路怎麼走過來。所以看到現在有些人啊，想方設法打壓居民的財產，打壓居民的信心，這件事我是看不下去的。所以說起來，現在各項政策都到位了，只是說一旦推動中央和國務院精神落實的時候啊，具體工作人員就會遇到這些輿論的包圍，說還建那麼多幹嘛？現在房子空置了35億套，就這些障礙，這些障礙不掃清，你說他還能恢復信心嗎？所以現在我們面臨的這個任務才挺重，要不斷的和這些造謠的，還有那些只相信自己願意相信的人來做鬥爭。這是一場信心之戰啊，也是一場居民財富的保衛戰。如果能夠把這個信心建立起來的話，明年上半年就能夠恢復啊。如果繼續拖拉的話，我估計也拖拉不過2026年的下半年，不會到2027年。為什麼？因為2026年將會在世界上發生一件大事，美國的週期到了。美國一旦出現了這種房地產週期性的斷裂，就會引發全球金融海嘯，像2008年那樣，中國政府一定會採取激烈的措施來防止這種海嘯蔓延到中國。那麼2008年那種重頭的措施救中國經濟、救樓市啊，這政策就會出現啊，所以不會容忍兩個風險疊加的。最近20多年來，我經常對房地產的發展走勢和房價的走勢做出預測，現在回過頭來看，都是正確的。我把這個視頻也放出來，讓大家記住。這個孟小蘇他說啊，2018年的房價一輪上漲，我懷疑他是口誤，或者我沒聽清楚。如果他說的啊，按照他的推薦，2018年買房的，那現在應該極少數人沒賠錢，就是你買的確實那個位置比較核心啊，還沒賠。實際上你2018年買房的啊，真的是2018年買房的，現在都在賠錢，對吧？現在因為各大城市啊，一線城市房價都跌到了2016年了，你2018年入市的，這些都是賠錢啊，哪來的賺得盆滿缽滿呢？那按照孟小蘇的說法，除非是他2021年賣了，對吧？或者2022年賣了，哎，賺錢了，那這不就是炒房的嗎？這不妥妥的炒房的，那不跟做股票一樣嗎？所以我懷疑他說的是2008年。如果2008年，哎，聽他的進去買了，那差不多，那現在恐怕還是賺錢的。2008年有一波啊斷供潮，這個我在以前節目也經常說過，大家可以自己在網上搜一搜。2008年的時候，正好是次貸危機啊，那個時候北京還好，但是深圳有很多人斷供，那时候深圳的房價好像就7000都不到啊。2008年啊，很多人断供，哎，如果那個時候入市的，對吧？那個時候買房的，現在恐怕還不賠錢，那還是賺錢的。既然孟小蘇說啊，2026年房價不僅要穩住，還要漲，我們看看它怎麼漲。信心啊，比黄金重要，確實是的。但是你在這個時候，對吧？你看誰來接盤？這玩意，對吧？你也不能把它鎖盤，說你不能賣。你如果這房子，對吧，10年不能賣，那你就隨便鼓吹吧，漲。現在你房價，你只要一漲，拋盤就出來了，被割過一次的韭菜，對吧？現在都等着，好不容易從火場裡跑出來，還要重新返回火場嗎？2025年11月末，全國商品房待售面積7.53億平方米，同比增長2.6%，其中住宅待售面積3.94億平方米，同比增長4.3%。什麼意思啊？你剛才說了，對吧？這個新房銷售面積、住宅銷售面積是下降8%，你這個庫存還增長了4.3%，也就是你房子越賣越多，你是怎麼弄啊？你還指望漲價，越賣越多啊？怎麼漲價？再加上，对吧？疊加人口在下降啊，對吧？現在幼兒園都在關門。這個新加坡聯合早報啊，看到一篇文章說，中國11月新房價格持續下跌。官方數據顯示，中國11月70個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價格環比下降0.4%，延續此前下跌趨勢，顯示儘管政府承諾穩定房地產市場，需求復甦仍未顯現。說彭博社報道稱，由於二手房受政府干預較少，
它的下跌更能反映市场真實狀況。花旗集團分析師上周在報告中指出，中國樓市在2026年可能面臨嚴酷現實，除非流動性改善，否則全國房屋銷售額明年預計將進一步下降約11%。瑞銀集團中國房地產研究負責人則認為，房價至少還要下跌2年。這些海外機構啊，在海外是在唱空的，到了國內它就唱多，你說這叫咋回事啊？到了海外就說實話是嗎？到了國內這個臉馬上就一变，開始唱多了。惠譽評級在10月警告，新建住宅銷售面積在行業企穩前可能再下降15%到20%，顯示銀行房地產相關不良貸款明年可能仍將維持高位。但是啊，这個香港的樓市啊，現在利好頻傳呢。根據這個中原城市領先指數最新報，這個香港二手樓價啊，它這個指數是報143.45，按周比上升0.29%。4區樓價就香港4個區啊，只有九龍錄得跌幅，其餘3個區樓價上升，當中港島升逾2%。編制指數的機構表示，隨着近日多個新盤推售，加上臨近聖誕長假，二手成交減慢，料年底樓價指數繼續企穩在143點左右。這個花旗啊，他也說啊，他說預期明年香港 GDP 增長2.5%，樓價增長3%。花旗集團大中華經濟師雷志炎預期，明年香港經濟活動復甦會更快，但增速會稍微減慢，因為基數較高的情況下 ，GDP 明年上半年增長預測為2.2%，下半年加快至2.9%，全年增長2.5%。花旗預計啊，美聯儲明年進一步降息，將有助於利率保持在較低水平，支持香港住宅價格在明年增長3%。商廈則會繼續受壓，也就是商業地產啊，這個壓力還是很大。花旗預測恆指明年中旬27,500點，年底更有望攀至28,800點。未來2大風險因素，其一為地緣政治持續不明朗，第二，香港和內地加快融合，意味着更大的行業競爭，中小企業和餐飲業面臨營運利潤壓力較明顯。也就是花旗認為啊，這個香港的樓市啊，明年還要漲3%，樓價主要得益於啊這個美聯儲的降息。我覺得啊，看好2026年樓市的恐怕也要失望，就明年這個時候，明年的12月15號，對吧？再來驗證。現在判斷樓市能不能見底，真的不是純粹的信心啊，也就是說，實際上你很難恢復信心。真的有信心那也行，對吧？因為韭菜已經失去信心了。這個房價見底啊，穩住，那它必然有個前提，就是牛馬韭菜收入穩住。收入穩住，實際上就是一個啊，就是就業要改善。明年，对吧？1270萬大學生畢業，你給他找工作，現在各行各業都在收縮，都在裁員，這些大廠都在裁員，大量的農民工，對吧？回家，就是你怎麼解決他收入能穩住，然後讓他對未來充滿信心，覺得我明年比今年，我2027年比2026年賺得多，對吧？我這個事業是在上升期啊，核心還是這個啊，就是收入穩住了，你才能談什麼房價能不能穩住。因為現在啊，大家都知道未來人口是在下降的，房子是過剩，這個跟30年前不一樣了啊。我老拿那個贫嘴張大民的這個幸福生活啊舉例子啊，就是那個狄仁傑演狄仁傑的那哥們演的張大民，那個女主角已經去世了啊。你看他們一家兄弟幾個人呢？我看7、8個人，對吧？住在一個那麼小的房子裡面，這個就是上個世紀90年代北京人，對吧？是一個普遍的現象啊，不是個別。現在北京啊2環裡面還有這樣的，但是沒這麼嚴重了啊，也差不多有這樣的，但是非常少了，對吧？那是有特殊原因，好多人他不願意搬。北京郊区好多房子都是空着的，那也就是現在的這個住房條件早就大为改善，房子多了。我大學畢業的時候在北京啊，那個時候就那個年代啊，實際上你在北京租房都是租地下室啊，便宜啊。實際上大家如果看很多專訪啊，很多這個訪談節目，你看那些在北京飄的那些明星，很多人啊剛到北京的時候都是住地下室，住的還挺偏的，一下雨，对吧？那地上的拖起來就飄起来了。就是那個時候住房就那條件，房子少。那現在不存在這情況了啊，你在北京你想住地下室也住不了，挺難的。所以說在這種背景下，對吧？房子過剩的背景下，你還老琢磨着房子上漲，對吧？然後這個牛馬韭菜的收入在下降，它怎麼漲？被逼得沒辦法的啊，他只能買那個老破小，總價便宜嘛。這個趨勢很難，就是說你開個會，你出來一個什麼錯
措施就扭轉，這叫慣性。過去10年啊，我們都相信未來有人會以更高的價格把這房子買走，大家明白這個道理吧？就是你買房子根本不擔心它房價會跌，因為你這2萬買的啊，未來過5年有人會4萬把這房子買走。但你现在呢？你现在還能10萬，未來有人多少萬把這房子買走嗎？未來的人少了，未來的房子會多，未來你的收入會漲那麼快嗎？哪個行業，對吧，能夠提供這樣高薪工作？它不光是提供少量的，对吧？它要大批量的提供啊，要批量造富啊，它才能撐得起那個房價。哪個行業能做到？現在看不到這樣的行業。你靠這個芯片企業，對吧？這個芯片企業它頂多就100人、200人、300人、400人、500人，就這樣的，能造富一小部分人。但即便這樣，這些企業也不多啊，對吧？不像20年前那個互聯網行業和移動互聯網，對吧？一個阿里都20多萬人，最多的時候啊，小30萬人，你什麼概念啊？对吧？華為還有什麼騰訊、百度，提供多少就業崗位？而且這個工資都比較高啊。現在呢，對吧？面臨着收縮，對吧？他們都在裁員，阿里已經只有十來萬人了吧，還在裁啊。總之啊，就是我們現在還沒看到一個能夠容納更多人就業的一個，對吧？提供更好的就業崗位的這麼一個行業出現，對吧？那個工資必須是高薪，沒有這樣的一個行業出現，那大家怎麼會有信心呢？而且量還得大。2026年12月15號再回頭看看孟小叔說的對不对？好，這期節目啊，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